大家好，我叫 Kelvin。咁啊，今日咧已經第5集噶咯喎。咁我哋今日咧都會延續一啲嘅哀傷治療嘅話題啦。咁因為咧之前咧都會講咗一啲嘅小技巧啦，讓大家知道咧，當一個人係承受咗好大嘅苦痛嘅時候咧，佢有啲咩嘅反應，有咩嘅特徵，有咩嘅情緒啦。咁亦都係點樣去舒緩咧？同時今日咧，我哋都會介紹一個叫做意義治療法嘅，俾大家會認識多啲嘅。咁究竟一個人咧喺一個極度沉重、極度唔開心嘅情況，點樣能夠再有力量，能夠令到自己可以繼續向前呢？咁呢個意義治療法咧就非常重要，因為當我哋咧揾到當中事物嘅背後嘅意義咧，我哋會有一啲嘅力量咧，能夠幫助自己可以 support 翻自己，能夠提升翻自己，可以繼續我哋人生下半場。咁呢位發現呢個治療法嘅人咧，就叫做 Viktor Frankl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奧地利嘅心理學家啦。同時咧，佢真係好有資格去講呢個意義治療法，因為佢經歷咗咧2次世界大戰咧集中營裏面咧能夠生存下來嘅少數嘅人嚟嘅嚇。咁佢見到咧喺當中喺集中營咧好多同袍咧都頂唔順啦，或者喺個生理上啦，或者喺嗰個皮肉嘅鞭打啦嚇，好多人俾人羞辱啦，俾人虐待啦，甚至食唔飽啊，着唔暖啊，好多嘅病痛啊，所以好多人都捱唔過。咁究竟阿 Viktor 點樣捱得過咧？個關鍵咧就係一個愛字啦。咁佢有另外一個妻子，即係喺集中營以外啦。其實佢唔知呢位妻子生存定話唔生存嚇，都唔知道，因為佢喺集中營內，佢都冇收到即係一啲嘅資訊啦。咁同時咧，佢幻想咧，佢個妻子咧一定會存活嘅，亦都係好等待呢一天咧係嘅到臨，所以佢一定要俾自己咧有堅強嘅意志，同埋咧去做啲好多嘢咧，讓佢身體啊，讓佢嘅心智咧能夠更加有能力咧去承受所有嘅痛苦。咁喺當中裏面啦，佢每一日咧都幻想同妻子嘅對話啦，亦都幻想妻子俾到自己嘅鼓勵啦，點樣去幫呢份愛咧係填補呢個空虛啦。一步一步落嚟咧，佢就係咁樣咧，就係度過呢個集中營嘅生活。所以如果我哋有一啲嘅意義能夠可以揾到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就算係一啲好艱巨、好艱難嘅時刻咧，我哋都仍然可以過渡到嘅。咁佢亦都有一個啦，有一次咧睇一位醫生啦，呢位醫生咧因為失去妻子啦，根本都生無可戀。同時佢問咗呢個醫生一個問題：如果你死者係你太太在生嘅話，你會點呢？佢當堂叮一聲，哇！如果係佢太太咧，我諗佢太太頂唔順，或者可能咧佢太太咧已經咧冧咗啦，因為咧佢知道佢太太咧係唔係太能夠啦去面對一啲咧呢啲嘅衝擊，所以咧因為上天係咁樣咧，又係揀咗佢代替佢太太，而能夠咧可以讓佢嘅愛咧繼續流動，係可以咧讓佢咧去打下半場，為咗佢太太佢嘅亡妻嘅一啲使命咧，繼續傳延下去。咁所以咧，唔同嘅意義咧，就以俾到人咧有唔同嘅動力。所以當我哋睇件事物唔同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心態唔同啦，我哋嘅力量唔同啦，我哋情緒唔同，甚至我哋行為都會唔同嘅。所以今日如果你有一啲嘅艱苦時刻，有乜嘢可以支持到你呢？有乜嘢嘅意義呢？支持到你繼續落去呢？同時，如果你每一日都係生活喺呢個意義裏面，你又會覺得點呢？再者，如果你有呢個意義嘅話，你身邊嘅人會感受到你有咩嘅力量，可以令到佢哋都更加有力量去生存呢？咁今日咧留翻呢3個問題俾你答下。咁如果你真係喺逆境當中，就算唔喺逆境當中咧，如果你能夠揾到你生存嘅意義咧，我恭喜你，你一定咧會有更多嘅能量，更有嘅彈力，又更有呢個堅持去完成生命中好多嘅使命嘅。
咁所以今日大家又諗一諗喎，多謝大家。